淨土法門以信願行為三。信就係信有極樂世界，信阿彌陀佛會嚟接引。願就係發願往求生極樂世界。行就係念佛。我哋而家講下願啦。曾經有位居士請教印光大師，佢嘅子孫夭折咗。咁印光大師就答覆佢：觀察觀賽君之境遇，可謂途苦之極。然苦樂禍福本無一定，善用心者即可以苦為樂，以禍為福。否則子孫滿堂，語稱，唔好意思，呢個錯咗，再嚟過。語稱既知世上無常，急欲歸依三寶，以修持正業，以求仗佛持力了生脫死，則此之所云苦者，乃欲成彼了脫生死之大善根也。否則子孫滿堂，家室雍穆，只知眼前娛樂，誰計身後歸隨？然須放開心懷，不可常存臨老得此子亡孫死之憾，皆以常生怨天尤人之心，只可自怨自艾，宿世少栽培，至今生得此結果。又須常生歡喜，若不因彼等死亡，決難發出世之心。此心不發，縱令死後仍生人中，決但永遠不做惡業。既做惡業，當墮三惡道，長劫在畜生餓鬼地獄中受諸苦楚。今因彼等之死，令我發出世之心，是天以彼等之死以欲成我出世之善果，乃我宿世之善根發現處，安守本分，不生怨尤。與寡媳孫女同修正業，以期同生西方。果能如是，不單給予媳孫女得生西方，而已亡之妻與兒子兒孫一息，亦當亦蒙此法益，亦得仗佛持力往生西方。只不可作愚癡無知之知見，常為愁嘆，以自須念佛，而此心反作障礙，自不能與佛相應，而誤己大事也。印光大師就係咁樣開示。